UFC 326嘅壞蛋掌門人之戰已經喺美國時間3月7日打完啦。結果邊個做咗壞蛋掌門人？有睇當晚比賽或者有睇我哋邊龍短打嘅大家，一早心中有數啦。今集打邊龍，我哋就同大家回顧翻拉哥同 Messi 邊位最終成為人中之龍。Ladies and gentlemen， ついにあの伝説の男たちがリングの上に戻ってきました。大家好，打邊龍嘅時間。當晚5場 main card 比賽嘅賽果就喺晒個報警板度啦。我哋嘅重點當然係講場壞蛋掌門人爭霸戰啦。衛冕冠軍 The Blast 天佑 Max Holloway 出戰輕量級排名第3嘅拉哥 Charles Oliveira。賽前好多師兄都諗住 Messi 以佢嘅流星拳應該好快就 KO 到拉哥。結果大家齊跌晒眼鏡，俾拉哥以一場25分鐘嘅 MMA 柔術教室完封 Messi。雙方搏拳呢，每個回合一開頭都有得睇下嘅，但頭4回合頭1分鐘左右，拉哥就例必打咗 Messi 落地下，喺 Messi 身上跳完一輪貼身舞後，就爬上 Messi 背脊，唔係又揼錘仔又批踭，就係咁試後頸鎖。去到第5回合，唯一唔同嘅係今次 Messi 終於剔單咗拉哥先，跟手拉哥先喺下位嗰度 reverse 翻，及後嘅嘢同頭4回合就接近一樣咁啦。好彩拉哥係知道觀眾要睇啲乜嘅，想睇天佑流星拳啊嘛。最後幾秒拉哥咪放翻 Messi 出嚟，搏翻幾秒拳俾大家睇下咯。如是者5回合完結，拉哥就係咁樣面都冇乜花過嘅情況之下，以 unanimous decision 勝出賽事，做咗新任嘅壞蛋掌門人啦。最有趣嘅係打完場比賽，拉哥同佢一堆家爺仔乸叫埋 Messi 嘅團隊同埋一家大細齊嚟張大合照，場面溫馨和諧成咁嘅樣，都話壞蛋掌門人老少咸宜㗎啦。除咗場 BMF 頭銜戰，其他 main card 賽事都值得講幾句嘅。Co-main event middleweight 嘅 Caio Borralho 3個回合係咁請 Reinier de Ridder 食兜除鍋面，最後 Borralho 以1致判定勝出。RDR 連續2場輸得咁難睇，喺 UFC 嘅前途都響起警號啦。Bantamweight 嘅賽事，墨西哥少將 Raul Rosas Jr. 全程以16次剔單，打到老將 Rob Font 嘆腰之下，亦以1致判定勝出。咁達得幾時同無畏機甲 Merab Wallace-Wheatley 打翻場啊？頭場 main card 就最快手啦。重量級賽事，外號 Robocop Gregory Rodriguez 第1回合1分47秒，一個右直拳就 KO 咗對手。全場比賽出咗2拳咁大把，就1拳收工。鐵甲威龍果然例不虛發啊嚇！當然，當晚比賽途中 UFC 就公布咗嚟緊6月中白宮群英會嘅對賽陣容。呢個咁重磅嘅資訊，等小弟做足功課，我哋下一條片再同大家睇真啲。這邊廂 UFC 326就順利落幕，但係睇嚟網上啲師兄同大部分嘅名宿就唔多中意喎。好多網民覺得做得壞蛋掌門人，當然要夠 hardcore，頂天立地企喺度打，拳到肉先夠刺激㗎嘛。家陣場 BMF 賽事變咗拉哥柔術教室，刺激到就欠奉喎。第一代壞蛋掌門人挑戰者大馬城 Let's Diaz 就出 post 話呢一場壞蛋掌門人變咗做悶蛋掌門人，好悶啊！前2場先俾人修理到7個1皮嘅 Dan Hooker 就仲衰，見到拉哥拿起條 BMF 腰帶感觸落淚嗰陣，就話拉哥拿條腰帶都喊成咁，你係咪基㗎？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一場壞蛋掌門人賽事呢？留言交流下。鑊鑊新鮮就鑊鑊金。上年我哋就同大家講過鬥巴星大賽，諗住都夠出奇啦。點知早排有師兄爆料，原來近期又有門新玩意，再刷大家三觀啊！話說近期喺大洋洲興起咗一個叫做 Run It Straight 嘅1對1新玩意。除
賽事模仿欖球比賽中嘅攻守情況，比賽場地長20米，闊4米，雙方冇乜保護裝備之下，先喺底線出發，進攻方拿住個欖球直衝進攻，防守方就要衝過去攔截對方，然後雙方喺場中間嘅撞擊區嚟個正面衝撞，邊個冧低咗起唔翻身就視作 KO 完場，起得翻身就嚟個攻守互換。一般賽事咧就2回合計，去到冠軍戰就撞夠3個回合。如果賽事中途冇 finish，就交由裁判以技巧、撞擊力等元素判定勝負。當然，當中仲有好多安全規矩，包括唔可以頭撞頭啊呢啲，我哋就唔再詳細講啦。可能澳紐嗰邊嘅欖球文化就相對深厚，呢種衝鋒20嘅運動喺嗰邊都冒起得非常之快。根據網上資料，家陣呢個運動比較出名嘅2個主辦方，一個叫做 Run It Championship League， 聽聞佢個冠軍獎金可以高達25萬紐元㗎；另一個就叫做 Run Nation Championship， 聽聞 UFC 重量級選手 Tai Tuivasa 都有份創辦嘅。無獨有偶，2個聯盟都開始去其他海外市場度揾真銀。Run It 就開始喺亞聯酋度搞比賽，而 Run Nation 就已經進軍去美國啦。呢種運動可以紅得咁快，好大原因係現代人中意啲瞬間爆發嘅官能刺激。衝鋒20呢啲硬碰硬撞成一塊嘅運動，夠晒 hardcore 啊！視覺衝擊一流，啲人當然中意啦。不過呢一種咁硬漢嘅撞擊運動，保護裝備又冇乜，安全程度就真係令人擔心啦。再加上2個選手好似2架大貨車咁迎面直撞，衝擊力有幾大，可想而知啊！好多醫療專家都話，咁撞法力度可以比中咗專業拳擊選手揮出嘅重拳高3倍咁滯，好易搞到腦震盪，仲分分鐘死人㗎。今年2月份 Run Nation 嘅賽事就試過2個選手互冚情況之下，頭撞頭就搞出個 double KO， 好彩2個選手都冇事咋。不過就唔係個個都咁好彩啦。2025年5月，紐西蘭有一個19歲嘅後生仔，就係同朋友玩呢種衝鋒20嘅運動，冇乜保護裝備嘅狀況之下，不幸就撞傷咗頭部，結果入院1日就仙遊咗啦。就我個人意見，做人係要有承擔，有腰骨有膊頭，但唔係叫你一頭牛咁亂咁衝亂咁撞啊嘛！乜保護裝備都冇，就一鼓作氣咁樣向前衝，咪分分鐘連自己條命仔都衝落海咯！而且印象中，就算模仿欖球嘅攻防，都唔會只係得正面硬碰硬咁樣撞停對方啩？你側面砸停人哋都得嘅啫，起碼衝力就冇咁大，大家個頭都未必會咁傷先啊！又要揾翻嗰句警世名言：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一種衝鋒20嘅新興運動啊？留言交流下。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